各位亲爱兄弟平安，感谢主，今仔日互阮有真好的天气。今仔日是过年前的上尾一个主日，感谢主，过去一年恁带咱有平安的生活。明仔就要围炉啊，规家伙做伙团圆来围炉。伫围炉的中间呢，咱会摕到一个红包嘛，上少有一个红包。我想要问各位兄弟，你敢有想过，有一天上帝爱予咱一个红包？你期待这红包内底要缀啥物？应该毋是金钱啦，因为金钱的话，一般的人拢会使放钱伫内底。咱爱求的是咱一般的人无法度做到的。敢有想过？咱想红包内底，上帝想出红包内底，敢有健康？爱健康的野手，好，真好。敢有想过爱互放智慧伫内底，爱智慧的野手？敢有想过爱放平安伫内底，爱平安的野手？敢有想过爱有喜乐伫内底，爱喜乐的双野手？好，这是咱来祝福咱身边的人，伫新的一年健康有智慧，平安满喜乐。伫新的一年有智慧，健康有智慧，平安满喜乐。这是咱邀请大家来起立。咱拍开咱的双手，咱来邀请圣神来到咱的当中。这是咱安静咱的心，用短短的时间来领受圣神。咱做伙来讲，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靠无你，圣神我靠无你。新的一年，咱邀请圣神，来祝福咱，来引带咱。咱心中有啥物期待，咱来求圣神。哈利路亚！阮祈求圣神，赏赐予咱有健康。有智慧，有平安，有喜乐。阿门。这是咱做伙来共读主导圣经。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国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我，永远的活命，阿门。咱做伙用喜乐心来学咱的主，因为是上帝无做袂到的代志。我猜你的心情会当伊刷过。
咱上帝是祝福的上帝，伫每一个所在拢会当看到上帝的美妙甲恩典。咱这是用喜乐的心来就是要诗歌。春风吹来，季节有人会旁边，秋头起，笑叫欢喜的音声。溪水比草木青翠翠个甘甜，我看见上帝的名充满的万年。咱讲比的人讲，军队耶稣平安看过。军队耶稣平安看过。
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在你宝座里，心灵充满荣耀，万民敬拜赞美上帝，完美尊重你，心的荣耀尊贵，永远荣归你。你的传统，上帝荣耀，永永传永，奇妙的作为，天地上主，万民的马上，万民心意，你是我的上帝。哈利路亚！明仔载就要围炉啊！咱要为着咱新的一年，咱要用上帝来祈求，互咱的家规年是平安的，互咱的身躯是健康的。这是咱举起咱的正手，咱喊三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来做伙来为着咱的家庭，为咱的身躯来祈祷。1、2、3，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父上帝，阮感谢我罗你，明仔载就要围炉啊！阮恳求主，祝福伫阮的所有的会众的家庭，互阮伫新的一年有平安、有喜乐、有健康的身体，会当规家拢会当和乐。恳求主来更新阮的性命，互阮伫新的一年会当有新的眼光。有新的意向来跟对主，
互咱真做这个世界光甲盐。阮求主继续引带，互每一个人充满主所享受的健康、智慧、平安甲喜乐。感谢你，咱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进前，咱用上温暖的笑容，甲咱边的人讲，请坐。即时要来共读圣经，圣经记载伫腓立比书第1章19节到21节，请。因为我知对恁的祈祷，甲耶稣基督的神的帮赞，我一定会得到自由。我迫切期待甲望的，就是无一项代志会互我见效。我时时刻刻，特别是现在有够额的勇气，是活也是死，通互基督通过我即个人得到荣耀。因为对我来讲，活是基督，死是利益。圣经读到遮，即是要请本堂周牧师来讲道，伊所要讲的题目是“活出基督，活出基督”。所听的弟兄们，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会早起伫遮做伙来敬拜。今仔日若照来讲，今仔日是小年夜吼，伫小年夜佫会当来礼拜，就表示讲咱有甲咱的时间安排了真好势。牧师馆嘛是爱摒扫对无？吼，阮嘛是努力摒扫，总是嘛爱备班，就是伫神的主日，咱做伙伫遮来敬拜，学了详细。我相信这是上帝所欢喜的，
好啊，这时阵咱来用拿起咱的正手，咱做伙来宣过来。永光教会是归属上帝，活出基督，活靠圣神，充满荣耀甲能力的教会。阮的确要成全圣徒，活出命定，力行普世宣教的异象，互主的荣耀充满全地。阿门！感谢主，咱会当做伙一只来敬拜吼。是请问，来，请问你较重即个旧年的过年，还是新历的过年？啊？哦，咱是较重旧历的过年，还是新历的过年？无共款对无吼？迄个气味啦，迄个气氛无啥共款吼。这咱会当来思考吼。咱看照农历咱叫做农历嘛吼，旧历嘛吼，伊是用月亮甲太阳的运转去计算的哦，足特别咯。吼，所以咱去看每一个月的月圆开始，就是吼，也是讲月吹的时阵，伊透过安尼来算每一个月哦。吼，若日头呢，伊就是透过日头的运行的位置，来对一个四季的运转。吼，所以咱知影，伫整个即个咱若用农历来算的时阵，就有闰月，对无？这是足特别的吼。若是用阳历咧，若是用咱一般的国家通用的即个阳历，伊是用地球公转太阳一周吼，一日，安尼伊算起来是365天点24啦。点24毋知要怎过吼。无论安怎，若总是伊个月份是安怎算？细汉的时阵读册就爱安尼个。1月大，2月小，3月大，4月小，有无？这是人算出来，所以咧看无共款哦，所以咱讲旧历，咱用旧历的时阵，是甲咱的四季的运转有直接关系，嘛会当讲甲咱农业时代的社会是相关的啦，那透过安尼算起来，咱会觉感觉讲，那照农历来看，亲像伫咱的四季的运转内面较明显。因为若是阳历来讲，就是月，即个无得看月，只有得看太阳的一年，安尼来去平均测安尼吼。总是无论安怎，咱嘛会知影讲咱有一个成语叫做春耕夏耘，对无？秋收冬藏，这就是讲伫春天的时阵，人整理好这个地，开始播稻也种子，到迄个热天的时阵，就安那爱头虫，对无？爱挽草，然后到秋天的时阵，通好收成；冬天的时阵，通好会当有这食物来过冬，这是四季的运转内面，互咱感觉讲，对，人真有智慧，透过对这个四季的运转的了解。上帝创造的这物质这植物，也是讲咱这食物的成长，咱会晓去要安怎来耕作，这是有智慧的人，会当互咱了解。总是嘛透过安尼，咱佫会当更加发现一件代志是啥物？就是讲这个创造的上帝真正真是伟大，会当互咱会当做伙来了解，人类若照着这个季节安尼顺即个四季的运转来排比一切的时阵，那安尼咱食物，咱的生活就真自然，就会当真好的一个享受上帝互咱的这个食物，会当来好好来享受吼。所以咱透过安尼，真做基督徒的咱佫较会当佫较去了解。对，耶稣嘛有甲咱讲真特别咯。伊讲啦，讲伫上帝国就亲像人。夜种子伫地里，暗时困的时阵日时起来，这个种子就不芽生长，人却毋知影为什么会安尼，对无？咱有在讲无生了伤慢，甲幼个较大丛的，有无？2天就死了这是真自然的。耶稣佫讲讲
第三五穀是出自自然的，发芽，不水，然后水饱了后，就会当安那，就会当收成，就用刀挂刀来甲收成，这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嘛，得互咱来了解是啊，迄个互伊大长的，迄个互伊大长的，毋是咱，是上帝互伊大长。意思就是讲，人生所有一切的生命力，拢是创造上帝互咱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代志。咱会当透过四季好来排比咱的生活咱的工作这植物的收成等等这的五穀的收成，总是互伊大长的，毋是咱；互伊生命力的，毋是咱。这咱伫信仰内面会当真清楚来了解。若是安尼，咱就求上帝帮助咱哦。伫即个过年的开始，咱就互咱更较深信，伫一年的过去，咱用感恩的心来感谢上帝。眺望一个新的年的开始的时阵，咱更较爱用感恩的心来学乐伊，因为咱相信上帝永远甲咱同在。阿门。伊是丰富的上帝，伊是万福的源头。阿门。所以咱甲隔壁讲，上帝是万福的源头。来，阿门。咱的上帝是万福的源头，一切拢出自伊哦。所以咱会当安尼来伫上帝创造的这个大自然，咱甲伊看作自然，就是上帝的作为啦，对无？这是咱真正基督徒会当深深来了解。好，咱今日透过这段经文咱做伙来思考，伫这个要过年的代志的这个期间，咱做伙来思考对腓立比书第1章19到21节，咱来思考这个题目就是活出基督。咱看保罗建立上帝予伊有一个马其顿的呼召，伊就对亚洲坐船上到伫欧洲的所在。然后伫遐建立第一间的教会，就是腓立比的教会。2年前牧师有去嘛，有相片互咱看。对，即马迄搭遐佫有纪念保罗传福音到迄个所在。即马遐佫有一间天主教堂，来表示讲当时保罗是即搭遮来上花的。会当互咱看见上帝真疼保罗，因为伊奉册做基督的使者。上帝就赏赐伊有一个真好的一个帮赞的教会，就是腓立比教会。伊要搁对别个人、别个所在来得到帮赞，伊嘛毋免哦，伊嘛感觉无需要，因为伊家己有功夫对无？伊会晓做啥？去报病嘛对无？伊有伊家己的专业伊嘛有伊家己的学习。总是无论安怎，咱看见腓立比即间的教会，确实安那真忠心来协助保罗伫传福音的顶面。无论伫保罗的需要，还是保罗讲对一个所在有需要，腓立比教会拢安那亲心派人去哦。甚至保罗受关押的时阵伊有缘找派人攻击保罗伫监狱的需要，佮背叛保罗呢。哇！所以咱看着即间教会，所以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阵咱会当看见伊的用词足温婉的，安那足感觉足亲切的。伊讲我所亲爱、所少年的兄弟姊妹恁就是我的喜乐，就是我的冠冕。哇！这足亲的对无？足亲的哦，写得足亲的，因为事实腓立比的教会甲保罗迄个关系是极其的水。嘛，真做传福音，上帝赐予保罗真重要的资源所以感谢上帝。伫即搭遮，咱就看见，咱即礼拜开始读腓立比书嘛是所以咱就会当看见伫腓立比书内面，保罗对腓立比的信徒，因怎样起初就同心合意传扬福音，因怎样来辨明福音。哇！这对保罗来讲，伊写得真清楚，来鼓励。在腓立比的教会的正信徒同工，因所做的，上帝知，保罗嘛感觉体验到因对因的疼，所以若是安尼，咱就会当知影，保罗伫即个时阵，伊是伫互关押的顶面来写即张的批。
话讲，伊就是伫罗马受关押的时阵，少年着过去菲律宾教会的情形，甲即马菲律宾教会需要面对的问题，伊就写批来互菲律宾的教会。也透过这段经文，咱就会当知影，保罗伫迄个时阵，伊深深知影，无论是福还是祸，上界重要的。虽然即马亲像用关押袂当自由，毋过嘛因为安尼福音受摊开，就传开，伊感觉目的有达到无？有，这就是伊的目的哦。讲无论安怎，基督究竟被传开啦。这就是伊上界重要，所以伫这个经文内面，伊就甲咱讲，因为我知影这个事借着恁的祈祷，甲耶稣基督的灵的帮助，的确叫我得到救。到底伊在讲的这个事是甚物事？一般人来讲，就是讲，伊受关押这件代志，伊深深知影，面对头前的官司，面对头前可能有个人陷害伊，亵渎伊。无论安怎，伊知影轮到即个代志，伊知影有这菲律宾教会的信徒伫后壁为着伊祈祷，所以伊深知影福音的大能是无人会当阻挡的，就是伊关伫监里，基督的福音悠远遍传，继续遍传，这是咱会当看见的一件代志。这嘛是使徒行传在甲咱讲一件的一个事实，就是福音的大能是无人会当阻挡的，所以咱看见保罗就是大家讲有信徒的祈祷，甲圣神的帮助，互伊会当面对现在的困难哦。伊嘛知影伫头前的未来可能有不定数，总是伊深知即个拢会当证明伊忠心伫基督所交付传福音的使命的顶面，所以。咱看见一个忠心的保罗，嘛会当成做咱真好的一个典范。所以伊讲，照我所羡慕、所仰望的，无一件事叫我见笑。哇，牧师特别去查讲，照我所切羡慕、所仰望的，这个到底是啥物意思？原来这个意思就是讲，伊会当无会当专注伫迄个未来，专注对迄个未来。佮亲像甲头伸出去安尼，看迄个头前是安怎？哇，这就是伊讲的哦。我全部我仰望的，即无一件代志会落空。这就是保罗的信仰。伊即个信仰在甲咱讲啥？讲一件最重要的代志。伊毋是在论家己的未来是安怎，伊在论的是啥物？就是无论发生啥物代志，我拢只求上帝。的福音，耶稣基督福音，互人会当得到。哇，感谢主啊！这就是咱出去街头报道的一个信心嘛，对无？街头报道，大家拢带伫等有啊，出去毋知拄着啥物，毋知啥物款咸也好，还是饱，咱毋知影。总是咱祈祷上帝你帮助我，互我有勇气、有信心，我要传福音互人。我目的就是要甲福音传互对方，可能对方礼骂我、毋插我，不要紧，我主要就是要甲耶稣的名传出去。咱就是要学习保罗传福音的这款的心志，所以感谢主，互咱会当真知影，伫咱的教会，咱永光教会，咱足清楚，咱建立教会的目的是啥物？毋是咱兄弟姊妹一家三合合，大家哇。你兄我弟安尼吼，大家哇真好好，哇真亲密，哇大家互相分享，安尼就好。毋是，咱个目的，徛即个世界伫努力，就是要仰望人知影，这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关系每一个人的幸福的，这是咱所传的。所以，愿上帝互咱知影。咱无论拄着什物款的境遇，就是大环境有什物款的变迁，咱拢知影。耶稣基督既然已经得胜，那安尼咱诚做伊的百姓的，咱嘛的确会得胜，对无？就亲像保罗讲的无论头前互人判死刑，还是头前有什物款的境遇，伊拢知影。耶稣基督的确得胜
已经得胜啊，上帝一定嘛，互我会得胜赢过这一切。所以这是保罗互咱通看见的。所以我靠圣神，咱拢的确会得胜。阿门。咱来讲哦，我靠圣神的确得胜来，我靠圣神的确得胜是。无论咱即摆经句是啥物，你爱相信，你宣告这件代志交托伫耶稣基督的手中，因为耶稣基督是得胜的，所以我的确是得胜的。阿门。是，咱照真理来行，我相信上帝保守咱，为着咱避办迄个咱所想袂到的结果，这是你我会当深信的。咱看保罗伫即搭遮，伊嘛安尼讲，只要凡事好打，无论是生是死。总是叫基督伫我的身上照常来显大，来显明伊的大，显大意思，就是被高举、被尊荣被推尊重来得到荣耀，是，这就是保罗的心志，这嘛是咱教会建立即大家的心志，就是要互基督的名，互人知影，高举伊的名，高举伊的名。所以伫基督内面，咱是卑微的，阿门。总是伊高升咱，互咱会当领受伊的尊荣，这是咱诚做基督徒咱所深信的一件代志。所以若是安尼，咱是有即个责任，将基督的名放大，伫咱所徛起的所在，伫咱的即个厝边隔壁的中间，咱拢爱将基督的名来放大，阿门。透早礼拜日要出来，隔壁甲伊讲：哇，你今仔穿遐水马底，你爱讲啥？我要来去教会做礼拜，无啦，我出去行行尔啦。歹势，安尼毋对哦，爱甲基督的名甲伊讲出来，阿门。我是基督徒，礼拜日我一定去教会做礼拜。你要去无？这是福气哦。牧师，若伫坐电梯。礼拜日，若会当下骹我拍招呼的，即个大楼的，我拢会甲招一个嘛，对无？无论伊要来毋来，袂要紧，总是出伫咱的责任，咱着爱保护因知，阿门。因为即条是真理，是道路，是活命，是照着耶稣基督，咱会当领受的。所以咱应该勇敢来讲，来传扬，互人看见的。就是基督的荣耀的显现，基督的荣耀显现伫倒落，就是伫你我的言行举止内面。阿门，阿门。所以咱诚做基督徒，咱嘛爱守法对无？我讲过要爱行啥？斑马线对无？哇，咱就是较人无共款，因为咱知影这是好，咱就接受这，这是理所当然。互咱会当知影，是保罗伊安尼讲哦，因为我活的就是基督，我死就有利益。保罗在讲对我来讲，我活着是为基督来活，因为基督已经伫我的内面，所以伊代替我来死，所以伊为着我受死了后，迄个活出来的就是基督，就是基督。那安尼，兄弟姊妹，咱。求上帝，互咱深深知影这件代志。伊讲死了就甲基督同在啦。其实意思阁有嘛讲，我死就有利益，迄个利益是啥物？就是讲，就是我需要顺道，我嘛求上帝帮助，透过我的顺道，互人看见我是忠心的基督徒。我对死无惊吓，因为我知我将我的性命拢交托伫这位。搁活的基督的手中，兄弟姊妹，所以愿上帝互咱有一款的深深的了解，诚做基督徒的上帝，互咱的日子安怎？我相信，拢伫主的手中，并且嘛会当帮助咱伫咱的生活内面，会当搁较知影讲，我活是为基督来活，我死就得到利益。迄个利益就是互人看见，咱面对死。面对病痛的时阵，咱是喜乐的，是无惊吓。搁有当咱死了后，咱知，咱就会当永远甲上帝耶稣基督同在。阿门。这就是保罗伊深深所期待、所知影。所以，愿上帝互咱会当真清楚，基督徒咱有属天的价值。这个是任何的
物件袂当取代的一件代志，因为这是上帝国为着咱备办的，只有信的人才会当领受。咱爱了解咱所有的价值观，毋是用世间人来评定，毋是即个社会讲啥，咱就认定是啥，毋是。咱就爱成做一个有智慧、有属天智慧的人来分别出来，安尼才是属上帝的百姓。阿们。所以这是你我伫新的年的开始，咱求上帝，互咱来深深了解。所以咱嘛会当讲，基督就是我的一切。阿们。咱来宣告来，基督就是我的一切。阿们。是，基督就是我的一切，就是咱的一切吼。所以，互咱会当深深去体会了解。巴西一个作家叫做科尔赫吼，伊有讲哦，讲用你的模样啊，你的典范去改变世界，毋是用你的观点啊。这句话真有意思哦。伊讲爱用你的模范去改变这个世界，毋是你的想法啦，吼，毋是你的想法。我前礼拜甲一个企业的头家在讲话吼，哇，伊安尼足有安尼趾高气昂吼，讲话安尼好大声，真有迄个，我就知影这头家开口的吼，毋是基督徒吼，讲吼，我若要吼，我就来做总统。你做总统，你要做什么总统？我毋是要做美国总统哦，我是要做全世界的总统。我说，这够有可能。伊讲，我要做全世界总统。我看遮大家在创啥，我嘛看出来。大家拢嘛为着家己，拢嘛为着家己，包括川普啊，包括什么人啊，赖清德，拢嘛为着家己。这政党，大家拢嘛为着家己，靠得为着别人的。那我拍甲足大个哦！我来做世界总统，我绝对安怎？我是讲，最后你嘛是为着家己，毋是嘛？伊要做世界总统呢，我讲迄是无可能的一件代志的。兄弟姊妹，是啊。咱看，咱甲一般的人，伊是企业家，哇，真少年，接受老爸的产业，真有钱，讲话真有开口，总是伊的观念，敢是咱有法度接受的？伊明明知影这是不可能的代志，总是伊讲会出来的，对吧？是对咱来讲，咱敢会安尼讲法吗？应该是袂吧，因为咱知咱属天的价值观是啥物，毋是即个世界在甲咱评论的，对吧？你要用你的观念，用你的观点来指责别人，足容易啊！敢毋是安尼？这世界要一个好人，无一个好人就包括家己咯，是毋是？会当啊！你用你的观点来批判别人，真容易。总是这个世界毋是安尼会当改变，是安那？逐个人一步一脚印，用你的生命真正的价值观挖出来，成做一个典范。可能影响的无真侪人，总是迄个无真侪人，总比用你夸口的嘴内底评断别人较有意义，敢毋是？这就是咱基督徒无共款的一个做法。所以伊安尼在讲，真正是会当值得咱来思考哦，互咱会当搁较去深深了解。是保罗敢毋是安尼讲？讲恁着爱学我，亲像我学基督一半样，对无？保罗为什么伊敢讲恁着爱学我？因为前提就是我学基督，因为我学习基督，所以恁会当来学习我。因为我学习基督，我知影伊的真理，我照伊的真理来行。可能恁对真理无真了解，袂要紧，总是你看我学基督的是怎样，恁就会当来学我。所以兄弟姊妹，牧师在讲，咱教会就是爱有属灵的这个家族，有属灵的领袖，所以基督徒要安怎来效法咱这信仰的前辈，真简单，看到伊对一项是值得咱学习的，无法度人是圆满，这是无可能。总是伊伫这部分
伊的信仰、伊的服侍、伊的讲话、伊的家庭，还是婚姻，伊所做的、伊的奉献、伊的侍奉，咱看做，这是咱值得学习的。那安尼，我相信这是上帝爱咱学习的对象。所以咱就会当安尼来看见。伊若是敬畏上帝、听人，热爱教会、谦卑服侍、爱传福音，真卑微在做这卑微的工作，这拢是咱会当学习的对象。我相信，其咱的教会有真侪这的典范，有这的模范，会当留伫咱的中间，真做咱教会祝福，也真做正向的姊妹一个祝福。所以感谢主。当然，咱最后较重要的，咱就是爱单单仰望耶稣基督，所以仰望为着咱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伊因为藏伫头前的喜乐，就轻看侮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最后伊坐伫上帝的正边。是，咱伫真理信仰的内面，咱坚持，我相信上帝欢喜咱，为着咱陪伴。伊的祝福伫咱的中间，斯布登牧师，伊是英国，人甲伊称伊做是迄个讲道的王子，伊真够讲道，伊去牧会本来一间100多人的教会后来每一届讲道愈来愈侪人，愈来愈侪人甚至到几万人伊讲道足侪人真爱听。伊讲无比效法基督，更较会当互你快速来上天堂。抬头仰望荣耀，所以愿上帝帮咱，互咱真正活出基督，这是基督徒咱应该，伊已经成做咱的拯救。我相信咱会当学习伊，互咱会当伫每一个时刻，更加去经历这位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所做成救赎的功劳伫咱的中间。阿们。是。愿上帝帮助咱，所以咱看伫一个年的开始的时阵，咱会互相恭喜，对无？真侪人拢爱得到福气，敢毋是吗？是啊。那安尼，咱会讲倒转去到伫旧约来看上帝创造人类的时阵已经有同时将福气、福分赏赐互咱呢。所以真做人的咱本来就已经伫上帝创造咱的时阵。将迄个咱需要的福气、福分，早就已经定着赏赐互咱咯。所以咱看旧约，先安尼讲讲上帝就照着伊家己的形象造人，咱是照着伊的形象来造男造女。上帝赐福气互因，佮对因讲爱生团济济，遍满地面，治理即个地。阿们。所以咱教会伫培育学校内面，拢会强调讲，咱对上帝所创造的时阵，咱是多产、倍增、掌权的，对无？这是上帝创造人类的时阵，就已经赏赐福气互咱的呢。所以咱即摆人会去找福气，这是理所当然的啦。会伫上帝创造人的时阵，互咱有迄款的脚步，咱期待有福临门，对无？拢真侪福气，拢会当互咱。上帝创造早就为着咱做成这啊，所以上帝创造人，就是互咱有福分，咱较会当活落去呢。较会活得轻松，活得感觉讲真有意义。就亲像上帝爱咱食饭一般样嘛，对无？咱若3顿一礼拜无食，变做安那？是啊。若是安尼，这既然是上帝创造人类的定律，那就求上帝互咱有这款的确信对，当人类犯罪了后，就脱离了上帝。迄个脱离了离开上帝，甲上帝隔断了，上帝赐福的福气嘛，从那断去，敢毋是？所以迄个福分断去了的结果是啥？人就是空虚就是互相会怀疑，会不安有这真济的艰苦忧闷的事，拢一直来。所以要安怎会当福到伫新春的时阵咱互相祝福的，这个福气会当达到。最重要的就是安尼，
因为咱爱知影，上帝是祝福的上帝，阿们。伊赏赐咱是多产倍增掌权的哦，所以若是安尼，咱虽然人有罪离开上帝，毋过伊借着伊的囝耶稣基督，互咱获得做囝的身份，做伊的后嗣，敢毋是吗？就是伫获得伊创造人类的时阵，为着咱祝福的这一切。所以当人愿意倒转来甲上帝结合的时阵，迄个咱就拢会当成做有福气的人。阿们。咱圣诗有一条叫做有福气的人，对无？是对。所以人找着上帝，才会当得到福气啦。找着上帝，咱就会当成做有福气的人。因为上帝创造你，就已经把福气甲你同时赏赐互你哦。阿们。所以愿上帝，互咱有一款深深的体会。咱甲隔壁讲，你是有福气的人，我嘛是有福气的人。阿们。是啊，咱拢是有福气的人，因为咱已经倒转来认捌这位救恩的上帝，互咱恢复甲伊的关系。所以咱称天父的老爸、爸囝的关系、爸女的关系，敢毋是透过安尼在甲咱讲，咱应该获得上帝为着咱备办这一切福气。那安尼，咱就来思考讲，为什么咱感觉亲像无啥物福气，找无福气？佮重新倒转来，你甲上帝的关系。阿们。上帝，咱讲伊是万福的源头。既然咱的天父是大好嘅人，你无爱等于认爸，你要做龙主，当然你无法度去继续领受上帝为着咱备办的祝福。所以愿上帝互咱伫过年的时阵，会当有更较深深体会这个来帮助咱。来，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文来。因为论到我，我就是基督，死就是利益。腓立比书第1章21节，搁一摆来。因为论到我，我就是基督，死就是利益。腓立比书1章21节。因为论到我，我是基督，死就是利益。腓立比书第1章21节是，咱会当深信，咱是属基督的，基督各我的快乐，拢伫咱的心中显明，互咱会当深信，无论咱的外体渐渐有年岁，不要紧，咱的灵魂是精英的。阿们。咱是真有活力的人。阿们。是，哇！我拜六去探访一个，毋是咱教会会友伫淡水。我甲讲，伊甲我问讲，牧师你今年几岁？我甲讲我66岁。伊惊一直讲你有66岁啊？我讲多谢你。伊讲毋过你做有活力的啊，所以是啊，因为我是一个有活气的人，有灵气的人，对无？因为有圣神甲我同在啊，迄款的喜乐，迄款的信心，迄款的快乐甲愿望，拢露显出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代志。所以，咱前礼拜陈金在牧师甲咱讲的，对无？伊来教咱教会少年几岁？20岁。阿们。阿们。你甲隔壁讲，你靠20岁，你甲讲你即马今年几岁？来。靠20岁哦，哇！牧师我今年40几岁安那，是，愿上帝祝福伫咱的顶面咯来，咱来用这条诗歌回应上帝话语。75岁赞！请咱起立，咱来用这条诗歌。我
谢你，会早起阮来到伫你面前敬拜服侍你。当阮要过即个旧的年的时阵，阮各生各孝，你的恩典教业原用。阮嘛多谢你，因为你互阮成做你的囝儿查某囝，就是有权柄对你来求讨。主，阮即时要特别为着阮正兄弟姊妹来求讨。主，伫阮的身躯若有软弱的，主你亲自来医治，你施出你医治的圣手，伫伊病痛的所在，互阮会当经历你是医治的大先生，互阮更较知影阮的身躯、五脏六腑、阮的四肢、阮头壳、阮的所有一切，对你的创造来，阮嘛相信你会当互阮获得迄个健康。阮也为着阮的家庭的关系来向你求讨，伫新的年要开始的时阵，互阮会当获得耶稣基督的疼伫阮的家庭内面。阮的亲人、阮的朋友，也互阮更较会当去体会，当阮愿意更较侪无私、愿意牺牲会疼的时阵，你的十字架就放伫阮的中间，互阮会当获得甲你的关系、甲人的关系。阮更较有信心，更较喜乐，更较有平安，伫每一日的生活中间。多谢你，特别伫阮的经济有欠缺的，上帝求你也赐福互阮，因为你是万福的源头。阮恳求你帮助，互阮有智慧、有体力、有专业，会当来拍拼做工，来承受你为着阮所享受一切的丰富。多谢你。听阮的祈祷，阮将新的年仰望交伫你手中。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这是要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疼，甲信心的行动。请咱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众请坐。这是要来请
轮传德来分享。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邀请你来甲边仔人讲啊，新年恭喜！过来甲讲啊，新年看你啊，感觉你是穿了真水啊，你来欣赏边仔人一下哇，边仔拢是帅哥美女啊，感谢主。咱做伙来关心咱即礼拜的事工。好，咱先来念咱即礼拜的经文，来红色的橘色、红色、红色的这纸来请。安尼，上帝所赐超越人一切了解的平安，会通过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思意念。腓立比书4章7节。好，来，咱搁来念一摆，来请。安尼，上帝所赐超越人一切了解的平安，会通过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思意念。腓立比书第4章第7节，阿门，阿门。好，即礼拜二，是咱即个插花的布道，所以有18人参加，18人内面有12个拢是新朋友，拢是 best。所以你看因手中所抱的这是兰花，足水的，团队去甲因看哦，大家人拢足欢喜的，感谢主，有足侪新朋友来参加。好，下一点，这嘛是咱拜二的时阵。有，这是桃园的南坎教会的舞团，因来到咱永光教会遮，甲咱的舞团有交流的活动。因主要嘛是来甲咱的舞团学习，来观摩。嘛期待讲因的舞团伫慢慢较拄成立1-2年的即个个慢慢壮大的即个过程中，因会当更较了解要安怎用因的舞蹈来将荣耀拢献互主，来真正来学乐主，学乐上帝。阿免，伫第2堂的时阵，等下嘛有咱永光舞团家己的成果发表。好，今仔日咱的周报内应该有入即张红色的。好，咱会看到讲红色的内面有，今年较无红啊，咱有2面，有一面是29暝围炉家庭团圆礼拜的灯书，好。另外一面呢，这是牧师祝福，十分幸福啊，真好。过年时阵，大家人拢上爱祝福。好，另外一面就是这个十圆团圆牧师红包祝福，好。咱手中咱家己来看哈，十圆团圆牧师红包祝福，对。所以这个是等者咱会请咱的中级。敢有人伫啊 ？Hello， 哦，好，咱有一个红包，但本落去即阵，请我说明一下，歹势，好，对，请我说明一下。即个红包毋是咱家己摕等去藏喺家己迄个枕头下骹，即个红包是要送互咱厝内若着有未信的爸爸妈妈的老爸老母的，未信主的哦，咱着将即个红包来送互因，好。所以，即个红包内面呢有一个10块，这就叫做十圆团圆。内面嘛有一张卡片，是牧师所写的祝福，内面有人气、财气、福气大团圆。人气、福气、财气大团圆，叫人气、财气、福气大团圆哦。所以在微信遮因听着嘛，感觉真欢喜安尼。咱第当将即个红包来分互未信主的即老爸老母用安尼用牧师所写的话安尼来甲因祝福，卡片来甲因祝福。所以咱的29暝的背面即个10元团圆，即个就是咱要祝福即未信主的爸爸妈妈的小抄，即个就是咱的小抄，咱着知影要怎用因的语言来甲因祝福。最后就甲因讲，牧师有准备安尼红包要来祝福恁。你无一定会当来教会，不要紧，我祝福送到你家，好。所以我要来邀请咱若有兄弟姊妹有厝内，有老爸佮弟咧，未信主的，请举手哈。好，有，对。对，好，主任长老帮我算一下，对。好，请举手。好，如果
家里有还没信主的家人的，咱先对还没信主的爸爸妈妈开始，先生 ，OK， 好，咱买留一寡互第二场的兄弟姊妹吼，这是要送互厝内还未信主的家人。爸爸妈妈还是有先生太太，好，青林长老，不好意思，这边还有2位，这边还有2位，好，咱留一寡扣带互第二，够一个，还够一位，好，多谢长老，好，这嘛，这嘛我。好，这个红包，咱莫想讲足水的，足古水，咱来家己藏起来吼。这是要分互咱，佮强调一摆，分互咱还未信主的家人哈，还未信主的家人好。你若要送互伊即种的话，咱2九暝即张证书，背面呢都有即个10元团圆，咱就让咱来甲咱的还未信主的家人们甲关心，甲讲这是牧师要来送互你的祝福，来有。10代表10元团圆安尼好。拜二是咱的新春清社礼拜吼，咱即届嘛有特别，因为真侪人讲牧师，阮无一定爱有钱啦，总是阮爱迄个祝福的卡，所以今年拢有准备哦，吼，互咱大家拢有一个祝福的卡，好，多谢。好，无毋对，拜二9点就是咱的新春清社礼拜，所以邀请每一个兄弟姊妹，买当招恁的家人们咱全家规家伙做伙来敬拜。服侍人员的话，请咱看来参考咱的周报。好，煞接是3月22号是咱庆福小组的升级版幸福启动日，即摆就是请小组长来担任副长，所以咱呢嘛开始有备课，所以请小组长较来注意到咱所有的课程的准备的时间。好，今仔日有咱的培育学校的服饰说明会第2场礼拜了，当工直接来集合。好，生命更新营3月7号开始要来上课，嘛有安尼会前读本，所以请报名的学员咱的名家干事来领这资料。好。2月26号到28号是烈火特会，即摆烈火特会是伫和平篮球馆，咱教会有33名兄弟姊妹要来参加安尼特会，希望着互咱这兄弟姊妹拢会当参加的时阵有足侪满的领受，佮有上帝的烈火会当互咱更较热情，阿免。好，后礼拜2到拜5的话，咱的晨祷是暂停的，所以嘛，鼓励兄弟姊妹会当家己踮厝内面来晨祷，为着家庭，为着教会，为着咱国家继续来守望大道。今仔日潘牧师甲郭斌长了，因去到中港教会服侍，潘牧师嘛伫遐讲道，潘牧师咱嘛伫咱第2场的时阵，就倒来到咱中间。好，办公室伫春节的时阵，春节有放假，好。春节咱的小组嘛是暂停的，好，佮有我会记得乐龄营明仔载嘛是暂停，一直到3月2号，较佮有继续来聚会。咱继续为咱的中央空调安尼装潢等等的空间的装潢来祈祷来奉献，好，咱即马是275万3272块，对，咱继续来祈祷，继续来奉献。好，今仔日咱的恩典大放送，咱的马街150的 T 恤，佮有咱永光教会 T 恤，好，那主里有需要的人，佮真介意人啊，买当伫咱后壁来领取，好，嘛是真水呢吼，对。好，乐龄明仔载暂停，好。
好，照明牧区有安尼会有活动，咱嘛继续睇体验基督会嘛有新朋友满满。好，健康台的部分，咱继续为着蔡淑珍姐妹、王刘克弟兄来祈祷。蔡淑珍姐妹对，王刘克姐妹来祈祷。好，求上帝互因的身躯健康，真正伫上帝医治内面会当得到恢复。好，这个时阵邀请咱。好，这时邀请咱起立，咱只会用这首诗歌来彼此请安。无事，我说请你来，我爱去弹琴的，歹势。还是我来弹。感谢主啊！来临就好你，平安福气满满心，欢喜心来就满你，光芒大亮的大好你，上帝就好你，就好你，你的灵感就你，你能充满你，烦恼都无你，主事大好你，上帝就好你，就好你，你的灵感就你，你能充满你，烦恼都无你，主事大好你，你能充满你，烦恼都无你，主事大好你。请咱议员徛伫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对年前到年后一直甲咱同在的上帝，以大能的能力运行伫你甲你的家庭，嘛，互恁伫新春过年的中间，搁去感谢，也搁去领受上帝较大的恩典，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平安，愿上帝继续引带咱每一个的脚步，咱今仔日敬拜暂时到这，大家新年恭喜！